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玉梅老师今日又要带大家来做瑜伽了，又当快乐嘛，又当幸福嘛。好，大家就知道做瑜伽好幸福。好，我当很感恩讲啊，一生人啊有瑜伽陪着我走过了27年的岁月。好，今日呢，教大家怎样的来训练人的髋关节。髋关节、骨盘呀哈，其实啦哈，经过就讲有。科学家实验啊，医生有实验报道，髋关节哈，係最容易骨质疏松的一個地方哈，嗰也係係咩管下半身血液循環的地方。我說怎樣的來挺通人的髋關節呢？哈，好，第一呢，人哋抽張來哈，同樣人哋嘅安尼師傅呢哈，同樣墊高哈，抽張來，好。嘅脊椎坐好來，人家坐定去嘅呢，每次都講，胸口打開，好，做任何動作時候，你要記得先練吸氣、吐氣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好，吐氣。做任何動作，你都要調息、調氣。我說其實呢，瑜伽呢係當好一個氣功伸展的動作哈，好。第一，你腳翹出來，好，你強強的拿到呀，好，不用左邊，不用右邊，不用左邊，不用右邊。鄉親朋友，一隻動作哈，當簡單，不過哈十分的重要。好，因為老師當日上課哦，做暖身哈，一定會做一隻動作。第一，你數哈板凳機；第二，你個數不用到腳趾頭。好，唔好彎腰駝背哦，不用壓片。你不用壓片的時候，係咪來到那個師傅壓片？好，不用壓片的時候，來到內側的地方。我說你做下去哈，當你做2-3次都唔怕哈。來算1、2、3、4。鄉親朋友有同玉梅老師向下做嘛？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你張開始可能按你聽聽，按你好，你做9氣哈，你做鬆鬆啊，好，做起做呀，髖關節個做呀，按你鬆開來，高一隻腳哈，攞佢不用上來。好，高腳跟不用張來，安尼慢慢的你做得好，跳下高嚟台位，安尼做到呀，好，跳下高嚟台位，做到呀，好，做到呀，安尼不用向上，好，做到呀去，不用到呀去呢，好，吸氣，吐氣，用下身體的重量，同樣安尼按摩一下，不用向上，好，你安尼按摩，不用向上，好，吸氣放起來。好，慢慢的彎腳，按你呢，你個腳哈，你熟悉髖關節，會引來鬆軟啊，會引來有彈性，唔會老化，哈，唔會骨質疏鬆，好，各位活化你個下半肢的循環，好，你看按簡單，問題係按簡單有做冇？好，簡單的動作簡單做，簡單的動作重複做，好，簡單的動作簡單做。簡單的動作重複做，就會帶本健康哈，帶本哈受用無窮。慢慢的吐氣，好，剛開始的時候慢慢的變，好，慢慢的變，好，好省法對不？較靈活一點就可以鬆啊，好，安尼較靈活一點，鬆啊。好，鬆啊，好，各位跳過來，鄉親朋友，冇看玉梅老師知道一下安尼做動輕鬆，假使日係髖關節喺動硬高的時候，根本就按尼聽哦，做按尼哦，冇辦法下去哦，冇辦法做到按尼，好，佢係要當你訓練也係個骨盤的髖關節嘅按尼彈性跟靈活度。
好，松开来，各位同样哦，慢慢的，舒不用呀，吐气，好，安尼松一下，松一下，松一下，好，慢慢的吸气转来，好，你从呀，当简单，唔过就有锻炼到呀骨盘髋关节，好，慢慢的吸气转来，好，go呀松开来，第一个动作松开来去，慢慢的安尼哈，脚踝安尼松松啊。松松啊！假使讲，哎呀，老师啊，按过啊，用个绳哦，哈，你做呀瑜伽砖，安尼，不用多呀。好，同样要做得做啊，同样安尼松松啊。安尼就唔要知道讲有压力啦，有借口讲，哎呀，我做唔到啊，眼高啊，会受伤啊。其实啊，乜个方法都有。好，只看要做样为做，愿不愿意去突破自己哈，慢慢的松，慢慢松。好，你做好些。松下来，松下来，好，咪同样1、2、3、4，有嘛？6，松一下，松一下。乡亲朋友，假使讲你讲我冇练瑜伽，我咪冇打坐啊，哈，运动也健康，你做一条动作。唔是讲以前讲哎呀，也系讲也系瑜伽，唔系瑜伽。讲瑜伽系什么人做的啦？吼，其实只要系人哈，健康的活着，做要的关节与腺体也灵活，髋关节全部也按的灵活。好，故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从按狗，好，慢慢的放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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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到了。好，假使你可以做到也没同样吐气，用身体的重量。按你咪会按摩到你的脚踝，按摩到膝盖，按摩到你的，那你来开了一些时候，也后背也个髋关节呀，就会，规个后背的臀大肌啊、梨状肌啊，也后背的肌肉哈，就会刺激到按摩到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转来。好，同样啊，翻片没同样，按呢，好，扶电机不用多了，好，强强的。松松啊，其实一只动作啊，当简单。乡亲朋友有发现冇？因为老师带的动作就唔会难。你看到佢看难呢，哈，嘿，慢慢的身体成熟诶，你身体训练都给安尼长度诶，自然而然身体就会都给安尼位置上哈，松松啊，好，你假使迄个还记得了哈，啊贴垫呀，贴垫，好，看唔会受伤啊，唔好按骨。好，你能刚刚硬给它压下去，莫勉强这个哈。记得哈，做运动呢，就会因为帮助身体更健康啊，做唔得造成第二次的伤害。好，莫造成讲勉强自己做动作。过好了咯，看呢，吐气，吐气，吐气，放松，好，放松，做好些哈，慢慢的前弯。按你前弯有乜个好处呢？好，一梅老师转过来帮你看哈。按你前弯的好处就是，压下脚呢，呀拿起来哈，不用多呀，哈，盘腿上来时候，你会发现讲呀臀部的地方有冇哈？按呢呀全部镜头呀臀大肌、梨状肌呀肌肉的名称啦哈。那你吐气，慢慢的下来，你就发现讲呀来到呀，好来到呀。也会呀，好，呀挤压按摩，好，做到呀安尼，呀髋关节呀片，呀吐气。我说你讲盘腿哈，盘腿没可以，让人的身体的下半身的能量打开来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转来。我说讲你讲盘腿啦，你讲哎呀，我没有盘腿，我也冇打坐，唔过为了安尼身体的健康呢，你做一个安尼髋关节挺痛啊，挺痛来挺痛去啦哈，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双盘。好，再来第3个动作，呀右脚，好，熬到后背去安尼，同样安尼，没同样没哈，没有痛到呀大腿内侧啊、前侧啊、膝盖关节，没同样吐气下来，没同样安尼，好，不用轻松，不用轻松，好，慢慢的吸气转来，好，一梅老师个同样啊，都顺通来做帮看。安尼动作，好，咩非常重要。平常做一个 V 的坐底唔会停痛，做迄个唔会改变姿势。讲诶，坐到碰垫上上一只腹的个呀，好，挖一只腹的这个就得安尼熬到个。那加减做运动，安尼吐气，
好，延伸来到压龟的臀部啊髋关节，人家关键啊要向前、向后、向左、向右的方向。好，安尼慢慢的练呢，就会让人的身体呢，压髋关节就会不容易骨质疏松啦。好，弯脚了，安尼做脚咪同样安尼，好，抽张来，老记，你看刚好安尼，左偏右偏，左偏右偏，哈，前面后背个安尼，有按到一个方面没？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个转来，好，也按到的动作呢，做上后以后呢，好，呀。行路啊，哈，跳舞啊，爬山的啊，你出国啊，坐飞机去啊，我行动远的路拢冇问题。好，我说咱来坐等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我老姐后转来，好，还有个呢，当咩係當好嘅姿勢，人講三爺男人四年嚟樣嘅安尼。好，一隻動作係人家嘅喜馬拉雅瑜伽嘅傳承哈，當注重嘅一個動作。好，第一人腳不用多啦，第二人數張得了，第三攬起來，安尼，好，安尼講，三年攬四年嚟樣嘅搖一搖，有發現嗎？哈呀，一片，相信朋友一隻動作呢，非常嘅好，好咩當強，好，左偏右偏同樣，好，安尼攬起來，安尼，好，咁當多年啦，你看根本就冇可能講人腳不用努力啊，安尼，你冇練嘅話，你當日安尼練啊，一時的安尼。好，老人家髋關節，看到沒有？安尼，來開來，好，來開來，吐氣，吸氣，吐氣，吸氣，吐氣，個不用轉來，個不用向上。好，鄉親朋友記得冇啊？貼左偏右偏，因為老師講帶到安尼，好，安尼，個安尼，第二，好，個安尼，第三，好，個安尼，第四，好，抱娃娃，講係抱娃娃。好，也就是髋關節保養。其實啦，動作當簡單，特別玉米老師就講，記得咯，個提醒鄉親朋友，簡單的動作簡單做，簡單的動作重複做，好，你就可以帶給你青春、健康、美麗。好，今日髋關節保養就到了了，記得咯，記得一通咩冇想講咯，當然做，安子些。